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早早。今日佫是上帝啊，叫你咱来唱歌学乐意。圣经讲要感谢你叫学乐意，因咱第一首来唱一条我的上帝，我的王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的主，作你，我的灵，我的你名你。我的上帝，我的王，我的亲像你，我的灵，我的你名你。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我的王。这首的是较紧的诗歌，但是咱是唱较慢的，等下阮唱一摆，甲唱好笑。等下阮先请迄兄弟先唱，时间较大声一点，再请一下对，我的上帝，兄弟请。上帝，我的王，我的主，作你，我的我看大家好像较无介绍，我等下佫是机会佫唱一摆，大家尽量开口来唱吼。这首歌是出自迄诗篇的台币的俄罗斯第145篇，相信这歌词大家应该有介绍。来讲唱一摆，这摆唱是那个机会可能较大声。在那个。
鼓乐的时，来唱这条歌来敬礼啊，这个圣地。哦，来较紧点。来哦，两个姊妹到底来。我的兄弟，我的好，我的尊重你，我的灵光芒落落你名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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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让我一起多的是我的一个光。
第一段吼，主，做伙过来吟第二段吼，阮搁吟一摆吼，阮用祈祷的心，用心灵甲信心来礼拜，来唱一条第二段就好。我主我敬